你们看过那个水下美人鱼拍照吗？不过我跟他们不一样，他们是一条鱼，我是2条鱼，我肚子里还有1条。不过第一次带我娃下水，不知道他一会会不会配合我啊？看到1条鱼了，不过好瘦啊，我顶着这么大个肚子能行吗？这泳池还挺大的，这个多深啊？4.3，有一点害怕。我们先去挑选一下我们的裙子，然后一会儿会有教练带我。这边的话呢，就是我们的裙子、鱼美尾人鱼服，都挺好看的。我要换衣服了，不许看。啊，这个太小了。